3萬蚊入咗局之後咧，喺短短一個禮拜多啲啦，即係全部虧空啦。喺佢介紹自己嘅呢個經歷啊，我只諗到詐騙。佢哋嗰種模式其實會更加多係似割韭菜，你投入佢嘅錢可能分分鐘係冇入到嗰個正規嘅市場嘅。個炒手係咪好靚女嗰啲炒手啊？所以咧，其實阿文輝咧就幫你問咗一條出路啦。你後邊有冇機會咧能夠變成打工皇帝咧？睇翻佢個八字先啦，咁就都係努力工作比較好啲。卦象拆解時代，數據占卜人心，歡迎嚟到融合東方玄學同西方經濟學嘅解惑對談節目《財源廣進》。喺呢度咧有張毅，同樣咧仲有兩位重量級嘅嘉賓，佢哋係邊個呢？包括咧玄學老師震雄師傅，你好，你好，大你家好。好。咁當然啦，仲有咧就係財經專家，我哋有文輝老師。文輝老師你好。嚟，大家好。嗱，今日咧嚟到我哋嘅節目當中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詞彙咧，要同大家分享危險啊！哇，聽呢個詞就好驚啦。點解會有危險嘅咧？下邊我哋請嚟呢位朋友咧，喺24小時當中咧，就將自己咧當月所賺嘅全部錢一次過虧空嘅。阿波先生係咪擅長阿波？係你好，係。你好，你好。聽聽你嘅故事好嘛OK，咁我就分享下我嘅損失慘重嘅故事啦。咁咧我係2014年咧就開始出嚟工作嘅，咁嗰時係實習生啦，跟住就工作咗2年嘅時候咧，就係2016年啦。當時嘅話喺互聯網公司入邊工作嘅，咁2年之內咧都唔多唔少就會有啲積蓄啦。咁2016年嗰個時代背景咧，好多嗰啲咁樣嘅貴金屬啊、炒外匯啊、黃金啊、期貨啊，好多即係呢一類型嘅金融嘅玩法啦，係層出不窮嘅。咁我就喺呢個環境嘅影響底下啦，咁我就接觸咗呢個外匯嘅。咁外匯嘅話咧，2016年咁喺外匯上邊交個學費咧，一前一後嘅話，總共就係5萬蚊。咁5萬蚊對於一個啱出嚟工作2年嘅一個後生仔嚟講嘅話，都幾肉赤㗎啦，係嘛？5萬蚊做好多嘢㗎啦。就即係我係做外匯啦，我就委託咗一間外匯公司啦，公司就會派一名即係外匯嘅炒手幫我去管理呢3萬蚊嘅咁樣嘅現金啦，睇下點樣去長線投資啊，多多回報啊，又成咁令我意外嘅就係呢3萬蚊入咗局之後咧，喺短短嘅一個禮拜多啲啦，48日咁就已經虧空晒啦，即係基本上係一毫子都冇得剩嘅。幾乎啦，即係食翻嗰幾十蚊，即係全部虧空啦。咁當時我就即係所謂嘅周成話眼前一黑啦，就腦袋係一片空白。咁嗰間外匯公司有冇同你講話，你入3萬蚊咁少嘅，咁有冇錢啊？再入多啲啊？點講咧？嗰陣我已經係兩種情緒啦，既有失望啦，同埋有憤怒啦。咁可能如果係憤怒，嗰陣再主導多啲嘅話，可能我就係聽咗佢講㗎啦，再冚啲落去。但係呢度咧，其實仲未完嘅。呢3萬蚊咧，因為我知道對方嘅話咧，幫我考蝕咗3萬蚊啦，咁我就會懷疑對方嘅話，你咁快就幫我蝕咗3萬蚊嘅，咁求其嘅，咁係咪啊？咁我咪話咁啦。我再入多2萬，你俾我自己嚟，你唔好幫我操作啊！你要啲咩佣金啊咁啊，照計俾你，反正操作人就係我，你唔好掂啦。正中下懷咯，因為當時就話即係有啲不甘心咯，所以咪自己躬身入局咁樣去自己去操作未得知後尾入局嘅呢2萬蚊嘅話咧，最終喺1日內自己撳下鼠標，噼里啪啦咁1日之內反而冇咗，即係仲快過佢。咁咪顯得佢專業啦嘛，你唔專業啫嘛。係咯，呢個錢嘅飛落嘅速度仲快過佢咯，係冇錯。我2萬蚊一日去食，一日去食都食得好好啊！嗱，因為咧睇翻個時間咧，當年
應該係經濟環境幾好嘅，即係2014年到2015年期間咧，應該係去到經濟高峰期。16、17都幾好嘅。係啦，嗰個時間咧，即係對於互聯網呢個從業者嚟講，係搶錢嘅時間嚟嘅。所以咧，呢5萬蚊雖然即係對於你一個啱啱出生嘅小朋友嚟講咧，哇，真係好重要啦！天文數字。係啊，天文數字咧。但係點解你到最尾都唔告佢咧？我估都係因為你份人工更好嘅啫，係咪啊？係因為點講咧？其實又係呢個就係即係可能年輕人啦，又或者係過往受長輩嘅教育嘅好乜都好啦，就係可能就會比較去避免衝突咯。係，再加上當時嘅心智啊各方面可能就唔係幾老成啦嚇。依家我嚟講咁就若判兩人啦。當時嘅話咧，我確實就係冇話所謂過嗰啲咁嘅。即係你覺得而家醒好多啦，反而真係認咗命冇踩過氹就唔會進步係嘛？即係而家你覺得即係經過咁多年啦，而家醒好多啦，係咪啊？係，即係嚟講，即係所謂有一句俗話點講咧？係對於賭局上嚟講嘅話，賭技上邊最高嘅招數就係不賭啊，就係咁嘅意思咯。參與咯，係啊，直頭就避開佢哋。嗱，避開呢種嘢。聽落去咧，我感覺咧，呢位朋友賭性都幾重下，係嘛？咁振雄老師，你又睇睇，喂，到底咧係咪佢嗰年咧就必有呢個劫數咧嚇？睇翻佢嘅八字咧，咁啊始終佢係冒險心係比較高啲嘅，冒險心比較高啲嘅，同埋係正佢因為嗰段時間啱讀完書啊嘛，咁啊變得嗰段時間亦都係30歲之前咧係好容易有種受迷惑、受誘惑嗰種性質。個炒手係咪好靚女嗰啲炒手啊？個炒手咧係一個年輕的男性並不是。咁講啦，你個八字始終咧，你係火命人得嚟咧，真係你話偏財運咧，就唔見得有乜嘢偏財運啦。即係自己投資股票啊，投資任何投資係屬於啲賭博都係屬於偏財啦，唔係好適合啦。咁啊由呢個30歲前也好，咁又話30歲之後，亦都係好容易輸錢或者會容易被迷惑咯。咁啊，所以變得咧就要30歲之前啊小心。而家你仲好後生啦，我睇見你支八字都仲好後生啦。咁變得你就小心，你話容易有啲容易即係聽錯人啲建議，或者聽錯一啲説話而導致自己金錢上損失啦。但係呢個年代咧，即係有兩大陷阱㗎嘛。係一大陷阱就係投資差錯啦。係第二大陷阱咧就係叫你去創業咯。咁佢適唔適合創業啊？一定唔可以啦，一定唔可以啦，係啦。只不過佢一知命適合做一啲辛勞同埋努力工作去揾錢嘅命格啦。即係一定要做打工仔嚇，千祈唔好做老細。不可以創業嚇，始終創業都係屬於牛馬的命。係啊，咁啊嗱，創業同埋銷售嗰啲咧都係屬於偏財啊嘛，做生意啊同埋跑數啊都係屬於偏財。你都唔係跑數，因為你都知你自己份人啦，你個八字我睇見你都講嘢唔叻噶啦，所以變咗跑數啊銷售嗰啲你都唔適合噶啦。記住啦嚇，唔好掂呢啲嘢啦。不過咧要同阿文輝傾下，啱先啦喺佢介紹自己嘅呢個經歷嘅過程裏邊咧，我只諗到詐騙。文輝你點睇？按照你講嘅呢個咧，其實當時即係我講翻我自己嘅經歷咧，就喺15、16年嗰陣時，確實係好多啊，特別即係嗰邊啊，有好多呢啲公司嘅，咁亦都有啲公司揾我去做即係呢啲嘅啲老師。當我了解咗佢哋一啲模式之後咧，其實我感覺呢個係有好大嘅問題嘅。即係佢哋本身佢係唔會賺錢，而且佢唔係話好似證券公司咁樣樣，佢淨係通過收手續費去賺一個中介嘅一個佣金咁樣樣啊。佢哋嗰種模式其實會更加多係似割韭菜，或者將佢哋嗰啲客戶當水魚咁樣去夾。就喺我哋嘅日常認知裏邊，呢啲叫做場外盤。冇錯啦，佢嗰啲錢。即係你投入去嘅錢，可能分鐘係冇入到嗰個正規嘅市場嘅，佢可能淨係一個虛擬嘅盤，或者佢自己呢個公司設立嘅一個即係嗰個軟件入邊。我相信3萬蚊好難投入去呢個外匯市場入邊，都幾難落手啊！3萬蚊唔知買到幾多點咧？我唔知點解要咁頻繁咁去同佢操作咧，目的好似真係為咗賺佢嘅佣金而賺佢嘅佣金咁咯。冇錯。
或者佢係希望你試完之後，你可能後邊仲有30萬甚至300萬有嚟。所以我啱先佢講到話後邊仲有2萬蚊嘅時候，我話正中下懷。按正常嚟講，點解你當時唔攞多30萬投入去咧？OK， 咁第一嚟咧冇咁多積蓄啦，第二嘅話其實當時都係有一個同自己留咗條後路咯。咁就係話，如果我真係2萬蚊，最終都係即係好似潑水咁，即係潑晒嘅話咧，咁呢樣嘢我永遠就唔掂啦，就係咁咯。即係會俾自己一個，無論係為咗啖氣又好啊，為咗自己即係俾一個藉口俾自己話唔再掂呢樣嘢都好啦。所以呢2萬蚊最後抌入邊係有少少咁樣嘅含義喺入邊，所以就冇話抌太多，因為真係唔係嗰種即係話非常之衝動咁，奮身而去咁樣嘅。其實就係手頭錢多之過嘛，係嘛阿波啊？我想問下振鴻老師，其實佢係咪都算係有理智嘅人啊？輸到咁啦，連再抌多2萬蚊落去都輸埋啦，咁啊即係等於好似個過半咁啦。買埋咁啊，剩翻幾百蚊買張船飛翻香港嗰種咯。所以阿波，你仲有冇啲咩問題問啊？問題有以下2個嘅咯。咁有一個可能係比較偏專業啲嘅，有一個咧玄學啲、命理啲嘅。好，你講嚟聽下。先問第一個問題。波你唔怕，你照問得㗎啦。我哋有專業嘅人寫喺度㗎啦，實識得答你啲專業嗰啲嘅問題㗎啦，放心。我哋接得住你個波㗎。係啊。一般嚟講嘅話咧，做外匯又好啊，即係做炒股票 A 股又好咩好啦。咁呢啲職業嘅話咧，有咩能力嘅人咧可以即係話佢係屬於天賦選手咧？譬如話佢係數學特別好啊，即係所謂嘅咩咧，數字更加敏感啊，定係話落手特別準確啊？即係呢種能力方面存唔存在一種人係真係通過能力可以做好呢件事嘅咧？即係非運氣嘅成存在，一定有啲咁嘅人啦。因為咧其實依家咧係做模型㗎嘛。即係如果係做模型去賺呢啲錢其實咧用量化嘅模式係的確可以咧喺密集嘅交易形態當中咧賺到你所謂嘅即係譬如做外匯呢啲差價密食當三番小蜜蜂嘅行為。不過有一個前提標準，你嘅本金肯定冇可能係2-3萬或者5萬啦。我諗咧嗰個本金應該咧係起碼都要過百萬，你先有少少肉食。因為咧中間嗰個水位實在太少啦。一般如果做外匯要咁樣做嘅話，一定係做波段例如係乜嘢呢？譬如依家預計未來咧美元要進入降息通道啦，係嘛？美聯儲喺今年可能有2次嘅降息渠道，明年依家啲專家預計，喂，明年有4次喎，咁樣，咁你見到咧，喂，中間就會產生呢個幣差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再諗辦法去賺錢。文輝係嘛？冇錯。咁呢個其實咧，因為即係你之前係做外匯啦咁其實你當時有冇了解過，其實外匯受邊啲因素係對佢會有影響？即係無論升定跌啦。即係如果呢個你冇了解過嘅話，其實即係等於呢一塊嘅一個投資，其實就並唔適合你嘅，因為等於就話你入咗一個賭場入邊咁究竟即係巴菲特講如果你玩咗幾鋪，你都唔知邊個係水魚，咁你就知道啦應該要知道嗰條水魚就係你。文輝嘅意思咧就係認知決定一切。你當初咧對於呢個外匯嘅認知有幾多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啊？以當時嘅信息量嘅話，其實就係道聽途說啦，呢4個字概括晒。咁你話如果實操方面有咩，係咪完全就係即係齋睇心情咧？咁又唔係。咁佢又有啲口訣同埋睇下軸線咁樣，有幾方面嘅工具喺度嘅。即係呢個係微觀嘅咯，可能係冇咁宏觀去睇成件事咯。我覺得當時嚟講嘅話，其實係缺少咗好多宏觀嘅信息量吧，應該係。嗱，我咁睇啦，即係喺坊間嚟講咧，好多投資嘅工具或者嗰啲技術分析咧，全部咩破頂咩50天平均移動線我諗你學齊晒之後，你都係輸錢嘅。你都揾唔到錢嘅。係啊。甚至可能輸得更加多輸得更加慘以為破頂再追落去，跟住翻轉頭你又打爆嗰啲咧，你又再輸多筆㗎啦。
係啦，所以我建議啦，始終即係成日都講啦，即係輸咗錢當交學費啦。係冇錯。交學費未必一定係話學識個投資嘅技巧，咁可能對於自己人生啊，有啲咩嘢要再做咗啲分析啊，或者係人生裏邊咧有冇啲需要再更加謹慎嘅情況之下咧，都要思考下嘅。人咧就唔怕踩坑嘅，踩完坑之後咧，第日唔能夠再踩翻同一個坑。咁你啱先話仲有一個問題喎，咩問題啊？其中一個問題咧，就剩翻第二個問題啦。就呢個問題係偏即係命理呢方面多啲嘅咯。我之前嘅話咧，即係屋企人都會攞我八字啊，可能去問啊，其他師傅啊咁樣。咁整體嚟講嘅話咧，分析我依家嘅呢個命格嘅話咧，係冇所謂嘅橫財命。咁創業呢方面算唔算橫財嘅？即係我都話講過一樣嘢，就係令我比較 down 嘅就係，哇！我係特把的命喎，我都唔知笑好定係苦笑好定係咩好？因為人生兩大陷阱啊，你都問晒啦。係啊，要突破即係現有嘅呢種即係可能就係辛勤啊，埋頭苦幹呢種狀態嘅話咧，即係可以做啲乜嘢去突出呢個框，即係突破呢個框架。要突破疾酷啊，係嘛？冇錯。呢個第二個問題。就係好簡單分啫。正財就係你出糧每個月打補出糧嗰份工資都係一模一樣噶啦。咁固定收入嗰啲咁咪正財咯。係嚇。咁如果你個份糧下個月又多啲，再下個月又少啲，每個月都唔同變化嗰啲叫偏財咯。即係銷售啊、跑數啊，我哋咪偏財咯。做老細咪偏財咯，咁咯。咁你知命得正財嘅，就冇偏財嘅。咁會唔會咧？對於佢嚟講嚇，即係其實譬如佢揾個有錢嘅太太啊，呢個咧係一個正財嚟嘅咧。太太就已經係正財啦，係咯，太太正財啦。咁就呢個就第三個問題啦，即係你會唔會娶到個有錢嘅老婆啦？呢個好重要嘛。我諗佢屋企人幫佢問都係要問呢啲噶啦，係咪先？咁嗱，我睇翻佢個八字先啦，咁就都係努力工作比較好啲。咁振豪老師，我想問下，即係呢個命格，即係你而家睇咗佢已經係咁樣樣。有冇機會去改變啊？有機會改變嘅，即係可以嘅程度上去改變到再高啲，即係佢不能夠話我本身係打工仔，改變到變做老闆嘅，不能夠嘅。只不過改變到打工仔得嚟咧，就再高啲職位，再高啲人工，再高端，再同埋個收入再比起原本嘅命格裏邊咧，再更加高嘅。咁即係所以咧，其實阿文輝咧就幫你問咗一條出路啦。你後邊有冇機會咧，能夠變成打工皇帝咧？係啦，如果你話真係想揾快錢同埋揾舒服啲錢嘅咧，冇諗咁多啦，係啦，踏實啲做嘢啦嚇。事關佢個知命咧係火命人，火命人都係陰火啊，即係啲蠟燭嘅火，成日都蠟燭嘅火咧即係喐下喐下，少少風佢都要喐㗎，所以咪成日都好多嘢諗啊，搖擺不定啊，左思右想咯。佢知命就好典型嘅丁火，成日左搖右擺，揸唔定主意，或者甚至乎又想呢樣又想嗰樣，乜嘢都想，但係行動力同埋實行力比較弱啲。咁人咧能夠做到咧知命，同時咧能夠咧運用咧自己手頭擁有嘅一啲學識，其實咧同樣能夠改變咧自己未來嘅運數嘅。又或者咁講啦，了解自己多啲，有咩不足之處嘅改善，自己嘅缺點去修改，咁就係知命用命嘅最好方法。係啦，即係譬如第一次踩完坑之後，要思考下到底咩叫做真正嘅外幣咧？你要知其所以然然之後咧再去思考啦後續嘅問題，咁人生就有進步啦。第二次唔好遇上個美女，個美女又叫你去買呢個外幣咧，你又唔好再踩大次坑啦嘛。人哋都話係美男咯。好啦，咁時間關係咧，我哋希望咧今日咧能夠幫助到阿波咧就解決佢問題啦嚇，亦都歡迎各位朋友咧同我哋留低你嘅個人故事，喺你嘅人生當中到底咧有冇一啲投資啊或者咧人生選擇嘅困惑咧？歡迎你同我哋一齊聯繫喺我哋嘅評論區同我哋留言啦！亦都再次祝願各位朋友喺每期收睇我哋財源廣進嘅時候，能夠財源廣進，天天有啊！係。